狐媚皇公子教坏了舒妹妹。如果他不在了，不是给您去了块心病吗？女医治，先给姐姐解毒。别担心了，我已经吃过解毒的药了。皇公子的伤口也包扎好了。子邪，月儿，放心吧。月儿的病到底怎么样了？月儿中毒身亡。月公主是我见过运气最好的人。女医治奇怪，虽然中了剧毒，但症状却没有想象中的严重。世间奇怪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，见怪不怪了。只怕宫里的有些人是坐不住了，他们一直以为月公主必死无疑。我这里有丹丸，每日只需1粒，服后会发烧，会卡血。你们若信我就让她用，若不信就算了。多谢女医治救月儿。不是我要救月公主，是她命里不该死。珍珠、珊瑚，公主，你们回去告诉母后，就说舒公主留在月华台不走了，和月公主同吃同住。谁要想下毒的，让她下好了。是，姐姐。微后，拜见微后。舒儿的病情如何？中毒不深，并无大碍，只需好好调养几日便可痊愈。我要你守在舒公主身边，确保我舒儿无恙。是。那个芈月怎么样了？依奴婢看，她的病是因淤毒入络，邪犯上焦，邪热破血妄行，病入膏肓。这么说，她是没救了。命是上天给。你不告诉我算了。天好热呀，珍珠，给我和月儿倒些凉茶来。是。舒妹妹可是口渴啊？我这里有一壶玉露琼浆，据说饮用后可让人冰肌玉骨，有脱尘成仙之态。既然妹妹将在祭祀大典上主跳少司命祭舞，何不多饮2杯，也可助兴。姐姐，平日里你就不胜酒力，这酒还是不喝的好，免得误事。既然姐姐有这等好东西，妹妹怎能不喝呢？给我尝尝。真是甘甜如蜜，清凉入骨啊！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们可不能跟我抢啊！再来一杯。姐姐，少司命祭舞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还不快去更衣？走吧。可不是，时间不早了，再不更衣来不及了。走吧，我们一姐姐起更衣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快拿水！快点去拿水！治病！用力啊！我快不行，不行，月儿，使劲啊！用力啊，月儿！夫人，坚持住，使劲啊！月儿，夫人，让嘎子再撑一把力气，告诉你一致，他百会血，快，一定要快！
哎，大王，万万不可，万不可！你是金匮之躯，入产房有血光之灾的。事到如今，寡人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哎呀，大王，快就来不及了！大王，不能去！滚开！给我滚开！全都给我滚开！大王，滚开！大王，大义大会，也就是不顾您自己，你得顾着秦国的国运呢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。芈月，你这个小丫头，你不能死！你给我盯着，你要给寡人活下去！寡人还要你去成明殿为寡人整理出钱。这600里土地，大王若想送，早就送过去了。眼下双方已经打算靠实力说话，若没打出结果，谁肯退让？这可如何是好？此事只有静观其变，切急不得。魏夫人来了，她来何事？魏夫人说，她刚调了一些熏香，送给大王驱蚊去毒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大王，听说你又制香了。论调制熏香，宫里恐怕还真的没人比得上你。说吧。大王谬赞，这几日秋老虎厉害得很，臣妾新调制的这种香，驱虫醒脑有奇效。哼，待会儿让木剑给寡人点上试试。大王是否还记得，华儿出生在盛夏，因为是大王的第一个孩儿，格外疼爱，怕蚊蝇滋扰了华儿，大王亲自为他打扇。臣妾看了，既心疼大王，也心疼华儿，用了好几日，才调制出驱虫安神的熏香。是啊，转眼间，华儿已从咿呀学语的婴儿，长成气宇轩昂的大秦公子。身为长子，你也可以怀上身孕。芈月有身孕，不能服侍大王，我想也该由你们2人尽尽本分了。孟昭氏虽然年长，但行事不如景氏，稳妥细致。我已经跟木间说了，今夜就由景氏去成明殿侍候大王。多谢王后。大王是不是受了风寒？怎么突然咳嗽起来了？大王，要不要来碗梨粥啊？那东西清热去火，驱寒止咳。也好啊，寡人刚好有些饿了。老奴去拿。大王，怎么会是你啊？王后听说大王近日辛劳，偶感风寒，亲手
给大王做了梨粥，让臣妾送来。北之钗更配我的新衣裳啊！妹妹生的国色天香，配什么都好看。总是这么说，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哎，这是上次你母国送来的礼物吧？是啊，还上次重阳我给父母亲送礼，母亲专门派人从母国送来的。妹妹真是孝顺，定是常送节礼回去吧？你不说我差点忘了。父亲的50岁寿辰快要到了，我得准备礼物让他送过去。妹妹的同福节还在吗？自然还在。背到哪儿了？岂曰无衣，与子同袍。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，与子同酬。好玩。回去书去。我不，我和姐姐一起玩。我不是在玩泥巴，我是在做重要的事情。哦，你做的是什么？那么重要？我做的是符节。做符节有什么用啊？做符节是为了找人，找我们的敌人。我们的敌人在哪？在这宫里，藏在看不见的地方。小冉帮姐姐找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不过姐姐先要考你的功课。首先你要明白你刚刚背过的《无衣篇》的旨趣。这首诗讲的什么？说的。惠后，你看，哼，我以为甘茂弃我而去，看来他还是识时务的。依婢子看，甘茂这人是脚踏2条船，楚离子等人在背后捣鬼，从未事先对惠后提醒。公子季登基那日，他又临时倒戈，什么东西？臣子们的忠心是要有代价的。当日甘茂以为大势已去，一心想着攀新主的高枝，只可惜他在芈月那儿是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。回头想来，还是我这条船更为稳妥。如今有了出宫符节，魏延又写了亲笔信给公子华，杜瑾也联系上公子华，我们可以离开咸阳了。怎么了？秘书那个恶婆娘她跑了。秘书跑了？据说这2日她一直闹头疼，把身边伺候她的人全都赶走了。今日侍女给她送晚膳的时候，发现那居室里已经空无一人，她的贴身侍珍珠也跟着不见了。是我疏忽了。秘书在后宫经营这么多年，有不少人得过她的好处，不仅是甘心被她驱使，